啦。咁首先喺關於呢個國際客方面咧，咁當然我哋每年咧都會做一啲嘅研究啦，咁即係分析啦，咁同埋係收集翻咧，就譬如好似呢一啲嘅國際客究竟佢哋嘅喜好係乜嘢，咁從而咧去針對性咧去到做一啲嘅無論係產品設計啦，或者係同一啲嘅社團合作啦，或者我哋推出一啲嘅資助計劃啦，去做一啲嘅即係吸引國際客嘅，甚至我哋喺即係設計我哋喺國際上嘅一啲嘅工作嘅。咁今年嚟講咧，咁當然即係配合翻引客入區同埋即係吸引多啲嘅國際客咧。咁除咗早前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已經推出咗喺北區嘅一啲嘅同一啲大 IP 嘅合作之外咧，咁我哋旅遊局喺嚟緊6月份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個 IP 嘅合作喺唔同嘅，即係喺應該係4個唔同嘅一個區份嘅一啲嘅合作嘅。咁呢一啲咧都會係一方面咧係可以吸引到一啲嘅國際客嘅一啲焦點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引客入區嘅一啲嘅舉措嚟嘅。咁喺早前咧，大家都見到啦，我哋今年喺開拓新客源方面咧，都做咗一啲嘅工作，包括去中東嘅一啲嘅城市去到開拓啦。咁亦都係去到即係喺譬如嚟緊，我哋今年咧都會有一個嘅歐洲嘅一啲嘅旅行社協會過嚟澳門嘅一個6月份嘅一個峰會啦，同埋咧喺12月份咧，亦都會有葡萄牙方面咧嘅旅行社協會咧嚟澳門開會嘅。咁嚟緊我哋都會爭取多啲呢一類型嘅一啲國際嘅會議咧，尤其是係旅遊業界方面咧，嚟到澳門去到開會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喺走出去方面咧，亦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啦。咁今年咧，亦都係準備咗咧，有大概係5個嘅一個國際上邊嘅一啲路演咧係會做嘅。咁除此之外咧，咁當然亦都會係聯同我哋大灣區嘅，即係無論香港啊，甚至係廣東省咧一齊咧去到合作，去到吸引一啲客源入嚟嘅。咁頭先馬志成議員當然咧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全運會啦，全運會亦都會係今年嘅一個宣傳推廣，無論係吸引內地嘅客源，甚至係啲國際客源咧，都會係一個焦點嚟嘅。咁包括咗咧，我哋就會係即係當然配合全運會嘅一系列嘅宣傳推廣啦。另外咧，我哋咧喺嚟緊，譬如好似今個星期嘅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咧，已經會有一啲全運會嘅一啲嘅宣傳啦，同埋我哋係會亦都邀請到啲澳門嘅運動員咧做一啲嘅分享。希望咧能夠咧係引起大家咧係對於呢個全運會嘅一系列嘅一個思考咯。咁我諗